南有民众最近发现到，因兜2月、3月电钱熊熊增加到万几块，敲去台电门才知影讲，竟然是钞表钞唔对去，实际电钱干那无到3000块，差要到5倍。台电是甲民众会实咧嘛表示讲，目前在台南大约有3成的用户换做智慧电表，会继续来推动减少人工钞票的生活。 台电营业处的柜台一透早就有民众来纳钱，不过大多数的民众为了方便，会设定先自动扣款。近日就有民众发现今年2月到3月电费起用扣将近14000块，打电话到台电台南区处来核对，才发现钞票员是钞唔到多数。 有时候很忙，就是一个账户一直在扣。那有时候可能半年、1年才会去看一下自己的扣缴的余额。可能他们得要内部要开个会，看这要怎么去防止错误吧。没有去仔细注意到的话，那不就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部分就都被误扣了。 多数的民众拢是收到电费单就去纳钱，真少关心用电的度数。经过台电台南区处调查，原来钞票员钞票甲电表的数字99942度，钞座942度，等于是加算了1000度左右。这名男子实际电钱无到3000块，等于是去用超收将近5倍的电钱。 经确认呢，确实是抄表员有抄错电表，跟用户已经有确认。那至于抄表员的错误，我们有跟他记错误件数，会予以罚款。那也会加强抽查跟教育训练。 台电是强调，目前正在推智慧电表，会当降低人工钞票的错误问题。不过，在台南目前敢若安装3成左右的用户，都爱持续推动。民众只要对电钱有疑问，拢会当向台电营业所来询问，台电嘛拢会派员查表检测。公司新闻郑混淡报道。